美国科罗拉多州炭坑台风予人观光，所传出讲内底流浪过种，10个游客有1个死亡，4个受伤。昨暝11点开始有强烈珠报，强度有达到8级。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拢有机会看到极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为着要让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会当顺利审查，行政院长窦英泰甲立法院长韩国瑜佮调野的党团，今仔是做伙接到，讲是要讲和解。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拢表示，到今是无听到任何具体方案，嘛等于是这是协商是破局。对大家问话无回应，行政院长窦英泰无讲话离开现场。失败吗？气氛还可以吗？气氛是好的是吗？媒体问这个参会气氛，立法院长韩国瑜敢若比解散回应，为了化解总有算无同的意见。行政院立法调野党团在中昼食和解饭，食饭的时间大约对中昼12点开始，敢若食差不多7点外钟就结束了。蛮令人遗憾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什么具体的方案。那接下来，我觉得在行政立法之间，事情该怎么解决，我们就怎么解决。我没有看到行政院所带来的任何的方案再次回到这个当时三个会期所有每一次的协商的一个过程，重新再来。我们非常的遗憾表示，行政院还没有学习要好好尊重全国的民意。国民党甲民众党团拢对和解饭表示遗憾，敢若亲像破局。吴国昌更加讲，所来行政立法代志应该安怎解决就安怎解决。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讲，食饭期间气氛袂歹是好的开始。我们希望韩院长尽速召集朝详，换局只是一个和解换局，大家找好的方向去讨论，不是今天会解决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刚刚看你缓慢的走进来，步态蹒跚的样子刚刚中午的朝野和解饭吃的结果是在您的预料当中吗？我刚刚没有步履蹒跚呢，我还是非常的轻快的走进来了。这个是一个营养午餐。窦英泰强调，结果就是对好的方向开始，希望再启动新的调野协商的过程。国民党团进前提出，包含行政院应该编造禁厝补偿、公粮收买提悬5块，也有健保点达提升3大诉求，爱行政院审议回应，若无总有算的审查，一定搁再延后。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个这详细演说，是强调两方互相无属于对方。中国当然也无权代表咱台湾。中国随着出手，总是派出20只军机、甲10只军舰来乱，甚至搁射火箭飞过咱的 ADIZ。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摆正式报告，引起中国国台办强烈不满，发言人陈明华发出3项声明，批评内容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台独谬论，煽动两岸持续对抗，搁伫70几天派20只强机、10只强舰绕台，甲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要不是66年前，不分你我先来后到，也不分族群，共同合作。团结守护台澎金马，才有办法守护住中华民国。在于中央节赖总统也去桃园县家探望，搁一摆感谢当年参战、8次参炮战的关士兵保卫国家的贡献。针对赖总统详细演讲，美国国议回应。北京当局无理由将台湾例行的相识庆祝活动做军献的借口，爱中方站站。咱驻美代表余大雷最近接受专访时指出，为挽回美对台军售恩情，台美已经开始就共同生产甲研发武器展开对话。目前讨论方向是伫台湾生产、组装、对美采购的军备，和台湾加做军事供应的一部分。同时，美国主导成立的新区域联盟印太产业进行优化，伫夏威夷开第一摆会议，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齐显普要参加。不断的加强对华合作，努力构建切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
新中心的主任首相赵普模参加东协峰会，也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伫场边会谈。根据日本外务省新闻稿，赵普模向李强强调台海和平正重要。咱的外交部指出，日本高度重视台海的立场无变，也是国际民主定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飴风米尔顿扫去美国佛州，上无造成14个人死亡，320万户失电。这飴风扫过佛州的中部，唔那上大雨，佮出现加利亚风。佛州嘛发布900架加利亚风警报，连美国大联盟 MLB 的球场的厝挂规地是拢去分起。佛州州长多桑提斯嘛表示，即马也继续咧搜救，要到目前为止，上无是有340人甲49只动物得救。这飴风所带来灾害损失，可能是有超过500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1.6条。伫飴风吹过了，真侪车拢吹甲变过，路边的树仔也拢倒去，民众的厝受损真严重。飴风米尔顿吹到暗，以3级的强度伫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方登陆，虽然比原本的5级的强度减弱到3级，不过依然是大风大雨，也搁加冷光风。CNN 讲这是青年者拄到一遍的强降雨，造成真侪死伤。I never experienced no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It felt like I was in a movie. I'm very devastated from looking at how my place looked right now. It was very life-threatening. I feel like I was about to die. 米尔顿登陆了，通过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也搁引发几多件地面的冷光风。佛罗里达州发上100件冷光风的警报，爆破单日的记录。美国职棒大联盟光芒队主场的纯平卡纳球场的出顶挂规避掀开飞走，坦帕市一个大型的起重机，和大风吹甲厝歪去弄到一栋大楼。佛罗里达州西部2礼拜前才经历过海伦飓风的侵袭，这么个拄到米尔顿。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正伫咧休会国会重新开会，来解决救灾资金需求的问题。I think Congress should move as rapidly as they can, particularly on the most immediate need, which is small business. To anyone who seeks to take advantage of our fellow Americans' desperation, whether you're a company engaging in price gouging or a citizen trying to scam your neighbors, we will go after you and we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一若伫欧洲也无平静，飴风可侵袭西欧，和法国、西班牙甲葡萄牙带来大风大雨。法兰西岛一个外海的阿尔卑斯地区，管子位拢创新纪录，做大水，真侪厝甲路拢淹水。法国巴黎甚至发红色淹水警戒。另外，伫拜三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警告讲，就算是全球暖化底占超过-1.5度，也可能造成无法度回转的效果。包括海平面上升、甲生物多样性大规模的损失。在过去50年之间，唯一会当避免造成严重效果的方法，就是全世界公布采取行动，阻止地球的温度继续上升。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过来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当地一个小村庄，在地有一个以前的炭坑，已经开放互人观光几十年啊。当时却传出讲内底流浪过长，在个游客有一个死亡4个受伤，目前是已经把人拢救出来，不过这详细原因搁要调查。I have good news, and here's the good news. 45 minutes ago, we were able to get the last person out of the 1,000-foot level of the mine. They all came up very safely, 4 at a time. So we could get them through the surface. They're all in good spirits. 发生代志炭坑位伫科罗拉多州泰勒郡的克里普尔斯，1891年由叫做莫里凯斯林的女士发现这个产金仔的炭坑，并且得到开采权。炭坑继续营运到1961年停工，后来60多年就当地当作旅游的景点。There's a tour that goes on at the 1,000-foot level where they show them how mining was done. That's where they're at. So they're actually safe on the ground inside the tunnel. 当年乌金的人甲后来游客拢是以升降梯对地面直直坐落去入去炭坑，这意外就是升降梯不明原因来故障，造成12个游客内底有1个人死亡，4个人轻伤。We're unsur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take a full investigation to know what really went wrong. Accidents happen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this type of machinery. 警方指出，虽然相关单位拢有规定，处理炭坑的设备必须定期来安检，不过这摆发生故障的升降梯，前一摆安检的日期，警方并不清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因若同款，今年的文学奖的得奖者是韩国的查某作家韩江，伊嘛是韩国的第1人。
其实香港伫2016年就捌以《素食者》这本册摕到国际文学奖，迄时的名声就真透。这届是搁再摕到诺贝尔奖，嘛是亚洲第一个摕到文学奖的查某作家。即马伫因韩国国内2大间网络甲实体册店的业者，嘛讲只无半工的时间，香港的册就卖超过13万本啦。这嘛是有钱是买无，要买就要排队等注文。The Vegetarian by Hang Kang。南韩1970年出世的女作家韩江，2016年以《素食者》这本册摕到文学界的国际报客奖，拍开伊伫国际文坛的知名度。迄当阵伊讲，伊写小说都是为着要解决问题。Writing novels is a way of questioning for me, and I just try to complete my quest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my writing. 韩江是亚洲摕到国际报客奖的头一个人，嘛是文艺创作系教授。《素食者》这本册摕到大奖了后，台湾的出版社开始引进伊的作品。除了这本册，还佫有结合伊的自传，真有事业性质的作品，白等等。这届摕到诺贝尔文学奖，嘛带动作品的销路。16年那时候刚引进的时候，其实通路也都蛮注目的，各大书店也都会给他一些很明显的，可能像推荐位。昨天晚上开始，各大通路包括采购非常积极的跟我们联系，铺书啊、文宣啊，还有网络书店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明显的曝光。历年的得奖者在台湾基本上也都有作品能够呈现，那我们鼓励透过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唤起大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喜爱，也希望读者走进书店，走进书里面。因为韩江伫日本等等亚洲国家的文坛有一定的知名度，这届得奖嘛伫亚洲国家引起讨论。台湾的出版社认为讲，韩江的作品文字甲故事的铺排有跨度，嘛真有路，会防唔甘随看了，会想要字字一句慢慢啊读，嘛认为伫诺贝尔奖的加持之下，一定会带动一波韩江文学的风潮，互咱国的民众读到国际文学的水。记者综合报道。10月11日，今日是联合国国际查某囡仔日，教育部嘛特别办理女性领导力应对交流会，邀请学员分享家己奋斗的故事。咱的奥运无胜过金牌林旭婷嘛是其中一位，伊嘛强调讲，不管外界是安怎看你，拢要有勇气去改变家己的命运。正以为一切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却遇到了乌龙事件。对，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对，那我也搞得我现在满头也是一堆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说到底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无代无一项的性别的争议，巴黎奥运期间，互跳港挨插起来。林妙婷用金牌向世人来证明世界拳击的实力。伊对大咖的大专女性培训学员讲，每一摆挑战，每一个失败，拢更加了解家己的极限。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都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勇气以及力量。勇敢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每一次面对挑战的选择。当我们选择不逃避，选择不妥协，勇敢就会慢慢在我们心中萌芽，最终成为我们坚定的信念。勇敢去做想要做代志。大专女性培训员阳明高大4年级的陈冠德是甲同学组成科技努力，希望更加多查某囡仔来了解 STEM 领域，会用导入并且带来更加多创新。在 STEM 领域，其实我们知道女生比较少，实际上到职场里面的，大家会觉得说，哦，工程师，那我们会特别强调是女工程师，那就不会说是男工程师。那总统也会说是女总统，而不会说是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调工到现场，以家己的经历来鼓励少年的查某囡仔要有勇气、有能力、有动力心，更加要有自信，希望会成做激发别人的人。因为世界挑战是继续存在，大专女性培训办22年啊，形成增强网络，拢是未来对台湾重要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发布直报讲，昨暝自10点开始，会有强烈主播会维持54点真久。这摆强度是有达到8级。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是拢有机会看到极光。粉红色、蓝色、青色，和夜空水甲亲像100回，这是英国有民众看到极光美景。伫美国也民众看到极光，原来这是因为这摆主播强度顶级到8，互伫个主纬度比45度较悬的所在，拢有机会看到极光。太阳闪焰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那它带来的这个磁暴也是非常强烈，所以它产生极光的区域呢，会往比较中纬度的位置移动。
那所以就是譬如说，包括可能是欧洲啊，或者是南半球的纽西兰，可能会看到这个极光。专家表示，过去想着极光彩色是常常看到的色水，不过因为这摆主播强度强，按算到10次拢有机会看到极光，而且出现的色水会搁较5灰杂色。它跟不同的气体原子和分子交互作用，就会产生不同颜色的一个极光。如果说是跟氢原子交互作用的话，则会产现很绚丽缤纷粉红色的一个极光。爱注意是，这摆主播可能会让大家感觉真野蛮，不过也会对电力甲通讯带来影响。可能会影响像一些低频的这种电池的通讯，比如说低频的这个无线通讯，它有可能因为电磁波的影响的关系导致中断。专家表示，这摆主播对纬度嘅台湾影响无大，不过老人是要看极光，除了自纬度爱比45度较悬，爱怪当地天气状况真好，才能欣赏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24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讲过去半世纪以来，这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是减少超过70%，上主要威胁当然就是生态地退化甲消失。伦敦动物学会研究人员对1970到2010年间，针对全球5000多种的野生动物的族群所做的统计分析报告，显示人类的活动等一直在对动物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不管是热带森林的枪，还是大堡岛附近的海龟，数量全部拢在直落。其中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状况上严重，野生动物的族群是减少95%这么多，过来是非洲的76%，第3名是亚太地区的60%。Salimos obviamente como la región que tiene una mayor pérdida de biodiversidad por ser los más diversos. Sin embargo, creo que también es una señal importante de que las políticas y los planes que hemos diseñado pues no se están cumpliendo a cabo. 野生动物上主要受到的威胁，就是人类食物系统引起生态地退化和丧失，各来分别是过度利用、入侵的物种、疾病、气候变迁和污染。2024地球生命力报告警告，自然资源的减少和气候变迁，等甲地球杀向一个无法度逆转的临界点，失去亲像亚马逊雨林和酸露岛这种宝贵的生态系统造成的灾难性的效果，不管人类还是自然界，拢爱共同来承受。The combination of climate change, habitat loss and biodiversity loss ar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get on top of because they're mixed up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dealt with together. 世界自然基金会讲，下个月就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是各国做伙找应对办法的大好机会，呼吁各国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策略和行动计划，和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伫东协峰会和中国总理李强见面，讲中国会伫咧年底之前定去开放这澳洲的龙虾进口，可能对两国关系改善有大帮助。澳洲内活跳跳大龙虾有机会伫每年农历春节时阵食做中国人桌顶的菜。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切实宣布，伊伫东协峰会甲中国总理李强会面了后达成共识，会伫年底解除澳洲龙虾不准进口中国的限制。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Premier Lee and I have agreed on a timetable to resume full lobster trad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澳洲政府伫2018年对美国下令禁用华为 5G 设备，2日了后要求中国调查新冠疫情起源，互双方关系陷入紧张。中国了后展开贸易报复，对澳洲尾啊、土炭、牛肉、龙虾、甲葡萄酒等真侪项产品，这次高关税甲禁令，互澳洲每年遭受240亿澳元，将近5000亿台币的损失。艾班尼斯上台了后，寻求改善甲中国关系，成功陆续争取解除相关制裁。即卖龙虾禁令也被取消，因公是扫除中俄4年来最后一个贸易障碍。中方愿意同澳大利亚方面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使中澳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对艾班尼斯来讲，这摆谈判成果是一段胜利，对伊明年初寻求连任有帮助。澳洲渔民也对中国市场感觉欢喜，因为在禁令实施之前，澳洲9成7个龙虾拢销去中国。中国为什么态度转变？分析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电动车甲半导体这产品受欧美甲新制裁，希望由其他国家另外找出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讲到巴西目前逐个月合法咧签的网络签度的总金额是有到37亿美金，不过真侪人是甲规家伙拢输了了。所以政府即嘛决定要对网络签度
加强关切。时间一到，学生是小人刷入去理约一间大学的教室在上课。因上的不是一般的学术课程，是特别开的甲跋筊戒掉的治疗。巴西当局伫2018年替山顶跋筊开大门，伫欠监管机制和业者一直拍广告的帮助之下，拍开手机 App 就会当一直饲的山顶搅局，变做一种全民运动。巴西的央行估计，全国人口每9个人就有1个人在耍，其中大多数拢是20-30岁的少年人。更较害的是，连需要接受政府福利救助的善食人嘛在耍，差不多有1/4的福利金，结果拢互因开伫山顶跋筊顶悬。Não me atraía mais isso, eu só ficava grudada no telefone, 24 horas no telefone, trabalhando no telefone. Até meu encarregado já falava comigo, pô, tá muito tempo no telefone, era só jogando, entendeu? Meu pagamento todo eu jogava ali, naquele jogo ali, para ver se eu ganhava nada, eu perdia tudo. 这个34岁的清洁工人跋筊跋甲停袂落来，毋若是甲薪水开了，甚至去卖厝内家庭用品嘛要跋。真侪善食人落尾毋若无趁到钱，佫派一堆搅销，佫出现烦恼、郁卒才会镜头，只好来接受治疗。Está aumentando muito a procura porque existe uma grande preocupação com a saúde mental relacionada aos jogos, né? Porque existem pessoas que têm um transtorno mental associado, como uma compulsão, uma ansiedade, uma depressão, que potencializa esse uso. Então, 有治疗师讲，来接受相关治疗的人数，在2022年世界杯脚球赛结束了后，有1个就大大增加的现象。巴西政府嘛注意到这种失控的情形，总统卢拉顶个月讲，会针对山顶跋筊，较紧来提出监管措施，无大个家庭的灶骹，拢会有一个缴场。对这个月11开始，设伫海外差不多有2000个无纳税、无摕到营运许可的跋筊网站会封锁。不过禁止未成年人跋筊的规定，要到明年1月才会上路。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